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我们有 YouTube 频道、Podcast 频道，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当然，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公众的捐款，透过公众的捐款，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独立，走得更远、更长的路。今天节目会从音乐的角度来谈音乐跟社会之间的关系。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张专辑哦，就是台湾蓝调港人的歌。那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聊这张专辑的是这一张专辑很重要的两个角色，就是21世纪无聊男子的主唱杨友仁杨老师。大家好，我是友仁。还有我们的这个吉他手廖玉胜。大家好，我是玉胜。对，我跟友仁应该认识快30年。对，我刚刚还在跟他聊说，我第一次看到他应该是我刚出道主持节目，那个时候有一个电视台已经倒闭很久，叫做真相新闻网。那个时候他就是开始做一个学生的论坛节目，我当时是在念政大新闻所。那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是台大有关于小福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学生的抗争，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那应该是其实钟祥啊，算是跟我同个 generation 的，我们其实都经历过90年代的一些不管学生运动嘛，或者社会运动。对，那其实那一次啊，应该就是我在念城乡所的时候了。那我们在做校园规划嘛，那对于小福的使用，可能跟校方啊不同看法，有一些 argue。那个真的是很久后，现在想一想，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好可怕。我们都逐渐的老去，从青春的肉体，然后慢慢的头发也越来越少。好，你那时候还是一个摇滚客，对，应该没有记错，应该是长发披肩嘛。对啊，我那时候就在做，就是现在所谓的独立乐团嘛，而且那时候的独立乐团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对，以前都是哇这个。就是生毛带角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就是头发留很长啊，然后常被社会一般主流舆论认为就是什么离经叛道类。对。但是现在独立乐团有些也越来越主流了。对啊，我觉得现在独立乐团对我来讲啦，就是不客气讲，对我来讲好像是因为我90年代就在做台湾，那时候也是做独立乐团。对。那我觉得现在的独立乐团圈对我来说好像是当时的主流唱片圈，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啦，只是说对我 OK， 就是相对而言，可能有点像那个时候的什么罗大佑之类的嘛，是吗？还是比较怎么讲？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算是非常可以说非常地下嘛。好，那90年代，因为我大概到96年那时候，我以前在从大学到研究所组的乐团。然后也是有机会刚好发片，那时候资源很少，那也没有什么特别被关注。那当然现在看到哇，非常非常多表演活动嘛。那虽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音乐季啦，没有，那个时候在台北连 live house 全部都被关掉，被陈水扁关掉。那现在当然环境有很大的改善，有很多地方去表演虽然听的人也没有说。是那么多，因为主要都是一些大的乐团。那现在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比如独立乐团，在理念概念上想的都是那些大团。这个当然这个无可否认，现在有一些大的乐团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它的音乐性也比以前强很多。对，各方面包括说他们的制作的规模但是比如说从整个的，好吧，你说整个音乐产业如果从产业角度来看。的确，它是一个独立音乐唱片的一个产业，无可否认嘛。现在政府就以这个文化创意产业来定义。那当然，在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怎么可能是产业？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种比较是理念嘛，或是真的是地下把它这种当成有某种文化运动、反文化这种在做嘛。所以有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太习惯。对，其实独立乐团当然从现在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丰富。那整体的
台湾流行音乐，如果把它归类在流行音乐的话，它也代表整个乐风是越来越多元，然后它的主题、它的展演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可是你刚刚谈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就是独立音乐或是摇滚乐，它事实上是应该有一定的，我自己觉得一定的反叛性，所以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自己真的很难接受，就是独立音乐或是摇滚乐唱励志歌曲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觉得，怎么会是励志歌曲？它不是应该要至少要文必呻吟啊，至少要对社会体制的批判啊？对，这我自己的偏见，我当然被他出征，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的想象的摇滚乐的概念感觉是有一点落差的。励志歌曲很好啊，我们这张新的 EP 里面第一首歌《烟酒歌》，哇，我觉得是非常励志的歌曲啦。但励志就是看其实励志可以是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也可以是很细腻的。那当然，如果只是完全是像明天会更好那一种，哇，完全就跟你讲一个好像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对，那个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比较空洞。但是励志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比较有内涵。对，所以那是我个人的偏见。我们大家再来谈你里头专辑里头的这一首《烟酒歌》，我觉得那首歌是我很喜欢的台语歌手欧比昂。是吴美红她一开始唱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首歌。不过我想要先回到你跟我一样都有一个身份啦，就是我都在我自己的 media 或很多地方自己我都叫做不务正业的大学教授。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属于不务正业的大学教授。对，很多人都会讲说大学老师他真的很忙啦，例如说教学研究生等，还有包括校内各式各样的服务，特别是大学教授治校，我们要参与很多的必要应该要做的一些行政的工作，这都无可厚非。可是其实要把你的时间从校园走出校园，然后去做一些社会实践，其实对很多老师来讲，它是一定的困难。所以你是很闲是不是？就是为什么还要来搞摇滚乐，然后还要参与一些社会运动？应该要这样讲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高教工作者啊，平常投入这个劳动啊，时间很多嘛。但是有时候你劳动久了呢，会有产生一种异化的倾向。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当然从2009年我进入东海社会系教书嘛，那平常当然很多这个学校的工作啊、教学研究，那特别是常常要面对电脑。那我面对电脑，其实长期来说会有一种心里面的抗拒。那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想要脱离电脑。不是想要脱离电脑那因为我从学生时期大概就跟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就一直玩乐团。那也蛮幸运的，做乐团一直到了2016都前一个乐团都还可以维持。那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啦，就是比如玩音乐，我是弹吉他嘛，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比如说放空，放空，然后可以从这个一个这种非常投入专注的一个工作来自于一个怎么讲，就是一种太投入的精神状态，有的时候让你抽出来抽离。然后特别是呢，因为我玩电吉他嘛，然后其实如果你不插电是蛮安静的，然后我就在书房。所以我家人、我太太、我老婆都以为我在里面认真的工作，然后在里面我就可以。这跟很多的人在读书的时候，事实上在看漫画或者看其他东西是差不多的概念。Exactly。那其实我认为啦，现在就整个因为社会变化很大，那现在其实很多已经出社会在工作，他们也很多就是过去可能都有参加一些热音社啦，学过乐器啊，有组团的经验。所以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就是出社会已经不是学生的身份，有正职的工作，他们也很多人来学乐器啦，甚至是组一些乐团啊，当成是一个运动休闲。那当然对我来说，这个其实情况有点类似那只是因为我过去一直有在做一些创作的，对，乃至于有一些音乐的一些实践的社会运动参与，所以是看起来比较特别一点。对，所以你的音乐虽然对来讲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做一个人，他本来就是有多样的面向，然后他可能有他的工作，有他的休闲，有他的各式各样的关怀，但是其实你的关怀可能特别在某个部分，所以感觉是很特别，但是对来讲它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嘛。是啊，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对音乐的理念也好，因为我自己的认同就是我是一个 rocker，那因为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自我的
生命美学嘛，就像总想会有一个某种 commitment，觉得做媒体啊这种舆论第四权这样的理念。那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其实做音乐跟这个社会的实践这方面有一些好吧，有一些 idea 或者有一些理念也好，所以我这个还是一个自我的反身性认同，那所以对我来说那是很正常，只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内在心里想的不见得有一些外在的条件可以让你实现，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东西一直都还在，那个某种 identity，一种比较 special 的 rocker 之类的。玉胜会觉得这个老师跟你以前在学校遇到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刚认识杨优的时候就是就不是在一个说这么的严谨的一个课堂上，而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的那个老师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办公室里面，对，然后我一进去就觉得说哇，这个老师怎么跟我们。因为我自己跟他是不同科系的，我们历史系老师通常就是可能长袍马褂，然后是，对我们真的蛮多老师会这样子，是啊，对，然后比较严谨一点，然后一进去那时候就看到，老师怎么他的办公室里面有放一把吉他，然后旁边又有一些就是小酒啊之类的，对，然后言谈之下也觉得这个老师就是他非常风趣，然后甚至你可以说就是你跟他谈话其实跟现在。眼下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就是你并不会跟他有所谓的那种隔阂感，那种不管是年纪上代沟，还是说身份上，老师跟学生之间代沟，我觉得是没有的。所以对于一个老师参与社会运动，会不会觉得，或者是做摇滚，会不会觉得说啊，你不好好的教书？不，我觉得这并不冲突啊，因为我觉得对于这种社会的关怀，我觉得无论你是老师也好，还是说你是学生，我觉得。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身份，我觉得都不会影响说你对于社会关怀上，没错，会有这种冲突。其实杨友仁其实从刚刚讲大学、研究所都一直在做这种音乐，或者在做创作，在参与社会运动。当然，外界对于你的音乐比较了解的，或者比较认识，应该就是已经解散的黑手纳卡西乐团。好，那当然黑手纳卡西乐团解散一直到现在21世纪无聊男子。为什么这个乐团解散之后又会再有这样一个新的乐团的出现？那我们知道，在台湾，黑手纳卡西一直是在台湾社会运动场合当中，在过去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包括能够去刚刚谈到的励志、激励人心，或者是透过音乐来控诉古意。那这样的一个乐团的风格跟现在有什么现在的乐团的风格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像其实黑手纳卡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团，因为我是创团团员，就是我跟陈柏伟。对那当然黑手纳卡西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乐团，但是它的故事很多，很丰富。那个可能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聊。那主要是因为后来因为理念的或者说路线的问题，这黑手纳卡西解散。然后甚至为了解散的办了一个演唱会，对，那在2016年1月有一个就是黑手纳卡西的解散演唱会，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争议，说那我们暂时就是先不去管它，那当然那个时候其实包括我们所有团员都非常挫折，可能是某种类似运动伤害，但是其实我们大概有彼此一些祝福都是祝福说之后还是能够重出江湖嘛，或是能够在对于音乐的实践还是能够有机会延续。但是说来简单其实是相当不容易2016年1月黑手纳卡西正式解散之后，那因为我在台中工作嘛，那我本身也是在研究一些关于都市问题，那时候就发生了台湾很多迫迁的议题。像这个大埔那当然台中非常重要，就是黎明幼儿园的反迫迁。那个时候其实我因为我在东海大学也是会有担任一些所谓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啦。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条件我比较不适合实际在第一线去参与，所以很多我只是在关心但是黎明那个时候在2016年11月底
们碰到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就是这个迫迁的 deadline 要到。然后那个11月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消息，那时候黎明幼儿园那个林金莲园长，对，有一次就是小英来台中那一次，去陈情嘛，抗争嘛，然后后来他失踪，我那时候心情真的非常难过，因为我过去也是参与这个反迫迁运动也是蛮久，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形，我觉得我黎明没办法，这个真的可能得要心理准备，可能这个不能不下来。那一直到这个后来，包括说有党差，那我就真的直接带我学生下去，在真的是去党差，然后就后来因为各式各样因素，我自己的一些内在的动力，我觉得黎明这一场我没办法不参与，不然我回家睡觉看到我小孩我没办法，因为那个对我来说，因为黎明幼儿园它其实是碰到这个财团啊要去把它纳入这个自办重划，其实是不愿意参加开发的这些地主啊，受到各式各样的这个威迫利诱啊。那特别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因为这个黎明幼儿园它是很坚持它的教育理念，他不愿意参加土地开发，结果就被这个这个开发的这个财团啊请人去开枪示警。哇！虽然这个警方否认，但是呢，这个园长因为我跟园长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就有一次就跟我讲说这个故事，就是有人在黎明幼儿园外面开枪，就他隔天起来早上在路上捡到5颗子弹，然后去报案，都可以点名这个台中市警局这个黎明派出所就施案就对了，那对我来说那个是已经到了一个道德的底线啊，就因为我自己小孩念幼稚园，那时候我小孩还在台中也是念另外一个幼稚园，我觉得我这个完全没办法接受，所以就之后就虽然我那个时候其实状况也不是太好，身体也不是太好，但是就是硬拖着真的下去参与实际的几乎就是跟我过去一样在第一线做组织者，那一直做到做了两年多，后来因为一些其他因素就这个运动才慢慢转化，那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当然因为我过去参与过，比如说类似乐生的保留嘛，那其实过去对我来说，因为像乐生保留这个案例，过去黑手纳卡西就是很直接参与，没错，乃至于说我们也透过音乐，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做 empowerment， 让这些弱势者能够组织，甚至当时还有一张这个乐生纳卡西的这个专辑，对，因为那个经验对我来说是很成功的经验，因为主要是那个是我是主要的制作人嘛，那个时候我在台中就一直觉得说这么多受害的地主，他们其实彼此也不认识，就是大家是分散的这个跟有一个社区型的迫迁是不太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说，假设如果有黑手在，那就好办，就太好了。可那时候在中部真的比较用音乐投入社会运动的，大概就农村武装青年阿达嘛，但是他们当然有他们的 approach 啦，那当然就有一些活动他们可以来声援，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其实黑手纳卡西这种透过音乐做的一些基层的这个组织，包括集体创作，是对于社会运动是很有帮助。所以那时候心里就开始在思考，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真的在当社会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出一点力嘛？那但是一直那个时候也是空想啊。那然后但是另外我又有一个同时另外角色是在大学里面，那时候就是玉胜来请我当社团的指导老师嘛。那比如说我们就会一起听音乐啊，聊天啊，那就是非常凑巧，在2018年左右啊，因为那个时候社团想要开始慢慢恢复一些活动，对，包括说像玉胜他们就办了一场跟中科大的这个等于是社团的惩罚会，那个时候等一下玉胜可以讲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而且我那时候身体很不好，我手都受伤。然后玉胜就想说他知道我以前有出过专辑啊，他就找我说，老师要不要来玩玩看，反正没关系，就一起去玩个3首歌啊。
好，再加上那时候活动好像又缺乐团，然后我说好啦，那我们就来玩玩看，然后就去 cover 我们过去我以前的乐团的一些歌，对，然后就这样慢慢才又重新拿起乐器，又开始有一个跟其他人一起在玩音乐这个形式，所以也就成立了这一个乐团。哦，那是一个蛮久的一个过程。预示要不要说看我们成团的这个过程？我们先来听一下龙富路的5颗子弹，因为我们从这一首歌其实跟你们成团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做派所以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就是一个黑帮，然后这个一个非常惊悚，但是又很朋克的一个音乐的乐风。所以这首歌这个音乐的创作跟你们刚刚谈到的整个成团的过程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嘛？是啊，就是前面这个我们主唱杨优还有提到嘛，就是当时他被我们邀请来参加这个惩罚表演，那我们社团是摇滚音乐研究社，它跟一般的热音社其实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刚刚前面有提到农村武装青年的主唱阿达，他就是我们创社的副社长。然后创社的社长他也现在也是职业的律师。那他们当时就是成立这个社团宗旨，就是因为一般的热音社在当时有时候可能就是他们 cover 一些西洋的歌曲，那在 cover 的过程中，可能他们喜欢这个音乐没有错，但是过这种摇滚乐的这种传统，是这种反叛或者是这种思辨的传统，可能慢慢的在台湾是没有同时被带进来。那我们当时就是想要提起这样的精神。那台湾了解这种摇滚乐对于这种不管是社会关怀也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社会运动的圈子也好，那绝对都听过我们主唱杨佑以前的乐团黑手纳卡西，对。那当时当然我们主唱所说缺团这是一部分，然后第二点当然是我们可以跟这样子的一个
前辈一起表演，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勾引就对，对，所以你是要蹭他嘛？对啊，当时就是我们杨优他就是讲说，哇，他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个速弹，有时候就是已经有点弹不起来，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你就慢慢练，每天增加一点点，当做复健这样子，然后。老师后来就是跟我们一起玩，然后呢，就是弹着弹着，怎么手指慢慢的恢复以前的速度了，然后好像身体也越来越好。OK， 对，我跟刚刚我讲的话之前，独立乐团还是可以有励志作用的，还是要多唱一些励志的歌曲。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你也让有人是可以再重出江湖，就是透过回到他原本熟悉的那样一种场域，或是某种的社会关心的社会参与的一种形式哦。可是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这首歌刚刚有特别谈到它的背景。然后这个还有对这首歌应该有很深的，就是特别是像黎明幼儿园，我自己的节目也访问过园长。那刚刚谈到园长在那一阵子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消沉的，甚至他也就失踪。后来他在失踪之后，我们也找到他，然后邀请他来上节目。那他在上节目的时候，在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是不断告诉我说，他想要用以死去实践。然后就是要用他的死亡去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那他实际上非常消沉。后来在过程当中，我们就跟他聊天，还有包括当时我们在公视的这个摄影师，那其实我们就一直鼓励他说：“你是很多，我就说你是很多年轻人的前辈，你是很多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模范，你愿意做这种事情，其实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如果一旦你去自杀了，会让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因此而失败了，或者是你会不会因此而就是会不会让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希望？是对，所以大家都会鼓励说，不是说鼓励他往前冲，至少他要去爱护自己的生命。所以其实后来包括前几天公库在采访的时候，林金莲他还提到这一段，其实我们自己都觉得蛮感动，自己在做节目，反而不经意的去让一个人他可以重新的去面对他生命的一些问题。那其实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啦，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玉胜他们找我去参加这个惩罚会的时候，那他也是2018年中啊。我本来也是只是抱着一个这个娱乐玩票，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主要都还是投入到黎明幼儿园保留，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我升等过了，所以我学校那边 teaching load 就没有那么高，对，所以我就。其实我最早的本业可能是搞运动，然后就投入。那个时候，其实黎明幼儿园碰到很大的各种破线危机，特别是在2018年11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跟台中这个高院更三省又判黎明幼儿园败诉，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参与的伙伴就非常紧急，那是非常迫切危机嘛，所以有各式各样抗争的形式。那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运动团体嘛，黎明幼儿园保留行动，那他的做法比较是以一个传统的社会运动团体的方式，比较不是个人式的抵抗，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些做所谓运动组织的就是也是很困难的地方。对。但是其实那个，因为我比较能够同理当事人，那我对于这种实践，其实坦白说，因为可能我个人的经验和过去可你之前也曾经绝食过，对，但是其实这个其实那绝食是一种情况啊，那但是我说如果是自残自杀，对我来说会是一个你在精神状态里面的某种刺激，因为这是有一些过去的经验，我觉得我没办法，可是那时候又很困难，我想要阻止那。在当时就碰到一个事件，就是在那个破线危机啊，这个更三省判决这个财团随时可以来拆的时候，我们本来要举办一场游行嘛，就是2018年的11月的这个游行，但是在游行前几天就林园长失踪了，就是你刚刚提到他，因为如果了解当事人，他当然会有一种很想要激烈的那应该是到总统府抗议之后的失踪。没有，还更早。那个时候是刚好游行前，结果他失踪，然后失踪大家都很紧急嘛，就过了几天就发生一个事件，就是李园长他骑着脚踏车去撞林佳龙。那当然那个是一个我们大家了解是一个比较这个personal 抗争，这种所谓，因为这种在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们的所谓被冠上钉子户的，这些居民，他们有时候也会有非常激进的。但是因为那一次的行动，其实
让很多泛绿的支持者非常不满。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很多泛绿的支持者，原本的支持者叫出征，觉得说，好像是我们跟园长共谋的，我都直接点名啊。那个时候焦糖哥哥还是放炮嘛，包括我们这些朋友像 Cindy 也觉得也都是有在比战。那时候我们就压力非常非常大，乃至于说有一些原本的支持者就质疑甚至离开。那所以就在那一阵有几天，我们这些等于是组织者干部啊，开会的时候这个压力都很大，然后就是会去抽烟嘛，那心里面有时候越想越不爽，就说有时候比如组织者大家有他的理性面，觉得说我们看待这个事情要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不能意气用事，可是有时候你还是会有情绪啊，那时候就是我跟几个我们的伙伴在抽烟，然后心里面想，干都是从化会害的，干都是从化会搞到我们现在这么惨，林北医药一定被这点话屌，我们刚刚讲说就是坦白就是报复的心理，就是看就是真的是我就是不管运动那一套，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已经造成了就是很大的伤害，那是我们都讨论说好，这首歌我们把它叫做荣富路上的5颗子弹，就是等于是要就是你刚刚讲的5颗子弹的故事，对，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歌是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心里面就有这个意念，那个真的是要叫做报仇吧，那个就是你就说很江湖式的那一种，就是要讨回来，坦白说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是有时候你不能说好像马上就要去做这个啊，但你心里面大概比较深层的心理是有这个发想，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做这个乐团我知道说不可能说那么快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社会运动东西跟玩这个乐团马上好像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过去也有蛮多玩团经验，包括从大学以来，我大概知道组一个乐团其实是要有一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其实也就慢慢的就是其实乐团我还是以乐团本身的发展为取向。那包括说我们一开始也做一些 cover 歌啊，那也有去翻唱比如说我们这张 EP 里面有一些台语老歌关于工人的故事的，然后当然做一做，我们就觉得其实应该要试着创作自己的歌看看，所以开始有在想说，那我们来想一首荣富路上的5颗子弹这首歌的样子好不好？这大概有抛出这个东西。可是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开始卷的方式，就在谣言社社办，然后慢慢卷很久，就是有点集体创作，慢慢的长出来的这一种。因为那个时候等于是连歌词、旋律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就一直卷，我们那时候卷了好久的时间了，是真的卷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而且主要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让彼此就是因为刚成团每个人的风格还不太一样，包括说那时候我们的鼓手他其实是第一次玩创作团，他的打鼓的方式也都还没固定，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试着让彼此的想法、彼此风格可以透过一个创作过程慢慢沟通嘛，所以那首歌其实是蛮有实验性的，蛮有实验性，所以就是放了一些比较多比较特别是在过去黑手纳卡西创作的过程里面没有的，因为这个本身的音乐的创作的整个过程是跟过去是很不一样，这个比较特别。这首歌的特别不是在音乐的特别里面，放在整张专辑它也是特别，因为这张专辑叫做台湾蓝调钢人的歌，那但是这一首比较不是从钢人这个角度来做出发，是从一个都市的变迁这个破迁的角度去出发，但是其他的好几首都跟这个工人是有关的。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首《魂酒瓜》，是由我很喜欢的欧比昂所演唱，但是现在不是他唱，而是由这个我们21世纪舞蹈男子乐团来演唱这首歌。下午大家吹嘞！
手那摇，满面春风好好笑。有的啊，钱着烧，吃薰咱着来吃香蕉，吃薰咱着来吃香蕉。朋友唔通卡手软，唔通失恋心酸酸，做工难为三顿饭。有的啊，听我劝，吃薰咱着来吃落远，吃薰咱着来吃落远。这首歌《文秋瓜》其实是陈达儒跟书童跟书童很早以前唱的一首做的一首歌，然后也有很多人翻唱过，就是崩水哦，蔡振南、陈小云，我现在查了一下，方怡萍、陈明章都唱过，但胡美红我很喜欢她，因为她其实是一个。他不露脸，然后我几乎有他所有的黑胶，对，然后他的声音好棒好棒，对，那现在，但是他的声音是一个非常干净，然后又有很浓厚的这种情感情绪在里头，然后他的演绎非常好当然由你们来演绎这首歌，其实快乐很多。这个欧亚的一些表达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为什么会选这个《魂秋瓜》这一首在你们的专辑里面呢？好，那就要来跟各位介绍这张叫《台湾蓝调港朗的瓜》了。它其实里面有3首翻唱的歌曲，都是跟台湾的工人的生活他的劳动甚至他的抵抗是有关的。那农夫路那个是放在第4首，那是最新的创作。而烟酒歌，包括说第2首我们有一首歌叫做《快乐的港朗》，对，那个都是台湾早期少数在台语歌曲里面有描述工人的一个生活的，以工人为主题的歌曲。那因为比如说像《魂秋瓜》《快乐的港朗》那是在90年代，甚至黑手纳卡西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原来那时候我另外一个乐团叫做无聊男子团结组织。对，那个时候黑手纳卡西的主唱陈柏伟刚好是我研究所同学嘛，那时候我们都有参与一个叫做秋斗的活动，对，那其实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来表演一些跟工人有关的歌，但是那时候黑手纳卡西根本还没成立，也都还没有创作，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找一些过去台湾台语歌里面跟工人有关的这些歌曲来翻唱，其实找来找去，其实歌曲并不多啊，那我们就翻唱了，比如说烟酒歌。是我们非常喜欢像快乐的工人、快乐港朗，这个是等于是在94、95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在一些活动表演过，但是后来就没有好好的来进行对这些歌去做更多的这些诠释而是转向另外一个以运动为取向，因为其实当时候黑手成立的方向还不是那么明确有一种思考是说，就把过去台湾有关工人这些台语老歌，把它集结起来，来自于重新翻唱，其实就是大概有点像现在这一张，但是当然有另外一种是直接参与抵抗，做一些是非常街头什么劳动者战歌站来站去的，这个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前一阵子过世那个邱真老师嘛，对，类似说他有不同取向的作品，他来做什么。南沟的大流曲，对，那也有一些像特富也比较不同的取向，那所以像魂秋瓜，因为特别是说我们大概有稍微了解一下啦，因为我个人非常尊敬陈达儒跟苏童老师因为他们其实在30年代就开始一起创作，而且创作的歌曲很多都是跟这些比较弱势底层的民众有关，包括他们有几首我们非常喜欢的，但有一首叫《农村曲》，农村曲，套炸的春对，套炸的春讲根这一首歌，对，然后另外一首也是可是我最喜欢的歌叫《李济春》，李济春，那因为这首歌没有这首歌的话，其实可能没有工商运动，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就是对我来说，我很深，因为我也参与过那个工商运动，对，我很深刻的体会到这首《日日春》对于
这些我们工商姐妹们的意义。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过去台湾曾经有这样子的，他们其实是创作是很多是流行歌曲哦。在早期台湾的流行歌曲里面有这样的创作者，他们可以透过音乐去关心这农民啊、工人啊，甚至妓女啊，各式各样的关怀。这是现在的创作，现在流行音乐找不到的。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说，我希望包括说我这张专辑，我是某种程度是要特别向书童跟陈大儒老师致敬。而且都很不一样，就是台湾过去在描述一些工人的这种音乐，大家都悲苦情仇是比较多。那特别最经典的还是陈芬兰的。对，他要离开这个跟田中的田中阿伯啊说再见，然后要去台北国路的晚班。对，那他其实有一个对于所谓的现代化或者是对进步、对都市生活的想象。可是这首歌比较不一样，是在描述日常生活。虽然这首歌其实是烟酒公卖局的置入性行销的一个置入的歌，可是我发现你们给它有很不一样的诠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烟酒公卖局的什么新乐园啊，或者是香蕉烟，然后都是一个比较底层的工人他会去抽的烟，所以这首歌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那么的悲情，但也不是一种对城市都市的乐观想象，而是回到他日常生活的作息，这也是一个工人真实有的生活的面貌。对，其实以我个人的理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首歌是一个非常叫做大气，很大气的歌。怎么说？因为其实在当时啊，其实像书童老师、陈大儒老师他们在大概1937年之后，那时候台湾的台语唱片工业没落之后，他们其实生活过得是很刻苦，乃至于国民党来之后，甚至他们都要去组成卖药团，然后美业啊，然后到各地去传唱，然后卖那个叫瓜菜。就是透过很困难的方式维持，有点像我们在早期看到什么画玲珑啊、画滚桃。对，因为那时候台语歌曲是被打压嘛，所以这些台语创作者其实要想各种办法维持生计。但是我觉得说，在那样子艰困环境之下，我们两位老师还可以做出一首，我觉得是非常淳朴、发自内心的一种关怀跟祝福的歌，而且从最基层的烟酒。虽然是跟公卖局合作，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一方面非常淳朴，真的是就是台湾文化的那种里面最淳朴的那一面。二方面，我会觉得他们实在是很了不起，在那么艰困的生活环境、物质条件很匮乏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做出这么有襟怀的歌。而且其实我认为这首歌在台湾的，所以台湾歌谣史上它的重要性其实是可能是被忽略哦。因为大家不要忘了这首歌是1950年的所谓公卖局，他要推销他的廉价的烟酒产品。公卖局是国家的是台湾省公卖局，就开始有所谓公卖制度。各位不要忘了1946年的228事件是什么事情燃起的？也是卖私烟问题。所以其实这首歌就台湾的社会发展来讲，我觉得它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歌只是这一点是在过去可能大家觉得烟酒好像只是休闲啊，只是一种消费，可是这个其实对于一些这个农民工人来讲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其实是当时很重要的经济的收入。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首歌其实它描述的内容其实是很丰富，但是过去的诠释翻唱感觉好像面向比较单一。包括说像蔡振南大哥，他可能是以一种我的乡愁我的歌嘛。那其实我个人就会比较想象一种，比如说有一种拟人化，我就想象说，他描述的是有一个主角，因为可能这个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用一个角色的角度去想象一首歌里面的情境，就想说哇，这个就是早上起来去工作就是我就想说去用音乐能够尽量去把那样子一个生活情况能够再现。包括这个有早上出门小鸟在叫，所以其实我们在音乐就想说弄一个类似小鸟的叫声那个意象一种创作手法
好，就是有一个乐句，它是代表小鸟，就是那个快乐工人那个，对，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个人过去，其实像我过去有一些创作，包括在黑手，其实我的创作本身是有一个我自己的比较特殊的理念，但是在当时在黑手纳卡西，其实我自己的能够创作发表的歌很少，就大概就只有一首，就长假。长假，我很喜欢的长假，对，其实那个就是我的style，那个当然是我个人的风格跟黑手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说把我这样的想法跟我们团员讨论看看，然后就也是希望让大家喜欢的一些乐句啊，一些音乐的这些的调性什么可以融进来这首歌，所以就把这首歌的整个编曲各方面就打得很宽，对，希望说让这个东西把大家的音乐的想法，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这个世代各种想法能够放进来，跟这个70年的老歌做一个互动，做一个接轨，是这个想法，所以后来所以这张专辑里面的《魂酒瓜》是给予他一个新的生命，那其实也重现了当时的生活情境，这也是陈大陆的音乐厉害的地方，他的写景写生活的状态是写得非常厉害的。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这个21世纪无聊男子翻唱的这个福气个屁，我们来听这首歌。大饼头家吞，台湾的工人拢无剩，野生的动物因好过，幕后的英雄是拢无分。1、2、3、4，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米；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毛；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屎；福气啦福气啦，卖头家，规气改变。台湾钱淹脚目，失业的工人满街路，巴肚枵枵目土红，囡仔地后大人哭。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米；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毛；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屎；福气啦福气啦，卖头家。规气改变，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米；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毛；福气啦福气啦，予你一箍屎；福气啦福气啦，卖头家，规气改变。好，这首歌是陈柏伟的老朋友，他词曲创作，然后当然还不是写词的，不是只有柏伟啦哈，对，是集体包创作括这个福昌纺织工人，他们也有一起参与创作。那不过也许我们待会可以谈这首歌当时创作以及后来在整个改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可是我想要先问一下玉胜，就是你应该没有经历过那个秋豆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吧？我不知道，但是你怎么去听这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呢？很巧，就是秋豆那阵子，其实差不多就是我出生的时候，这么遥远的事情，其实就真的是没有参与过。可是我其实在认识有人很久以前就听过这首歌。其实在我以前，我忘记是国中还高中的时候的课本，其实就有介绍过《福气个屁》这首歌。OK， 就是这首歌，它就是在那个时代，对于就是整个不管是劳工运动也好，这方面的层面，它有很大的意义。只不过以前对它的那种距离感，它可能就是那种教科书上的经典，然后呢，实际就是真正的走入生活去听它，就会觉得说，就是它的编曲是比较轻快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成团的时候，就是想要把这首歌再把它拿出来。那它之所以会叫做福气个屁，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威士忌的广告，山羊威士忌，然后就是大概说周润发呀，发哥，大概刚好后期，就是工人拢假没办法那有后期，对，然后我们想要去做唱这首歌，可是会觉得说我们团的个性好像跟这首歌并不是说完全的贴切，怎么说？我们4个团员其实各自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就是我觉得都有一定的落差性。OK， 就是像我们主唱跟我们的贝斯手，他们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OK， 对啊，他们喜欢比较老朋克之类的吧？对，80 metal， 喜欢一些比较 OK 一些 heavy 比较 rock 的东西。那我跟我们的鼓手是比较喜欢就是一些比较流行朋克，然后日式朋克这一块的东西。那我们就想说，不同的东西去做结合。这除了福气嗝屁以外，很多首歌其实我们去做改编都是这样子的一种 fusion 啊。那从以前我们洋优的这个唱片哦，从这个乐声纳卡西，就是他们讲求的是一种集体创作的精神。他们的歌曲就是不是说完全都是由黑手纳卡西去做创作，也包含说跟当时他去支持这个乐声疗养院的这个工作，然后去跟当时的那些院友去做集体的创作。那我们的很多首歌其实也都不是说我们在录音室里面，然后去先写出一个概念，然后去慢慢对出来，而是说我们在练团室里面，我们是一些即兴的想法，然后一起去做沟通。然后可能别人会觉得是一种很土炮，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方式去生出来。然后福气嗝屁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出现。这首歌其实当时是在因为周润发的广告嘛，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应该是我不知道有人有没有来，就是在绿色和平，我在绿色和平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当时发行了台湾舞的这张专辑，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讲了一段话，我说。这首歌那个广告词是给那里的明仔亏啦，给那里穿便便，然后我就把它改成明仔亏啦，给它亏啦就是哭啦，哭啦穿便便，对，就是明天把你丢到那边。但事实上我也在呼应你们在这首歌里面在谈，就是福气嗝屁有这么好吗？当时为什么会创作这首歌呢？为什么要再改编这一首歌呢？其实福气嗝屁他那时候，比如说刚刚提到是国伟啊，他那时候从学生时期就投入公运，那时候就。投入这个很重要的联府服仓抗争嘛，然后也去跟工人住在厂里面嘛，然后所以那个集体创作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比如说怎么把这首歌编出来，把它录起来，那当时国伟就给我一个录音带版本让他唱，那我对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就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朋克版，所以一开始，比如说我们后来决定要开始规划黑手纳卡西第一张的 CD， 名字专辑就叫做福气嗝屁。结果我就跟以前我以前那个乐团因为那时候黑手纳卡西只有我跟陈柏伟2个人，所以音乐编曲我就找跟我过去的那个无聊男子团结组织的团员一起在 arrange， 就后来我们做出来一个第一个版本。拿给柏伟，拿给跟那些这个工人听，他们说这都差这怎么这样子，就被打枪了。我说好，那我回去修改，就慢慢改成一个比较，就是后来听到了这个，就第一版本的福气嗝屁，但是我一直都在想，其实福气嗝屁可以用比较。不管是朋克还是比较 rock 去诠释，虽然第一个版本很多人觉得很难听，但是也有人觉得很好听，那后来当然他在2001年曾经在我们第2张专辑的那个人马，就是我们到第2张专辑的时候开始有一个 band 的形式，对，曾经重新翻唱过一次，是收录在那个台协会有一张美丽指导人权这个朱瑞迅老师帮我们录，那时候就已经翻过一次，就把它变得比较 rock 一点。但是我一直觉得说这首歌很适合来用一种叫做 street punk， street punk 可以冲撞那种朋克，因为它其实里面有一些那种节奏感是比较朋克一点，所以其实我心里面就一直想说，如果这首歌把它改成比较朋克，比较跟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喜欢所谓怕punk就有点像现在的什么怕放团这一种，让他们听听看，我会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往这方面去思考，想编编看。那刚好玉胜他自己的风格，他的音乐，他的
好，他的吉他，他的这些演奏风格就比较喜欢，又也很擅长这方面，所以整首歌就其实主要的风格是玉胜他的那个庞克吉他在主导，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棒，就变成是我们所有的团员就变成说很觉得做出来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从事社会运动这么久的时间，包括也用音乐去介入社会，然后你也参加公运或者是一些反迫迁，这些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我自己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搞社运这么久，会挫折吗？我也想要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很挫折啊，所以运动伤害，你运动搞越多，运动伤害越大。因为想想看，你光是比如一般乐团说要解散，大家团员就很受伤。想想看，我们黑手纳卡西就是为了解散，还要特别办一个解散演唱会。哇，那个当然是一个解散的时候，内部也吵成一团了。那个真的是斗争啦，那不只是吵的是路线问题，跟之后发生很多这过去啊，感觉应该有机会来好好的谈一下这一题。对，就是这改变就是一个另外很复杂的事情，因为这牵涉到整个路线的改变，包括是要走运动，是不是要走选举路线等等嘛。那当然，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其实很多过去的一些我们的运动圈的朋友，一定都是碰到很多运动伤害。但是因为好吧，可能是我毕竟资历比较深一点。比如说我也看到我自己的学生，比如说我在东海的社团学生，他们在做跟我以前一样的事，然后他们去声援南铁，在那边挡拆，我就觉得自己得要拿出一点示范作用，我就是不能够就觉得我不能够只是受伤在这种状态，我得要想办法爬起来嘛。就好像就有点像 PK12 嘛，最后延长赛 PK12 嘛你输掉，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站起来。大家都可以倒在地上，只有你不能倒在地上，因为你还要上去拿亚军的奖牌，这个是多么的搏击的那个对，就是一个，所以那的确是很不容易。那坦白说，要不是有玉胜还有我们团员这些可爱的年轻人的热情，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还没办法像今天这么的，好吧，开朗嘛，或是比较积极一点。所以这某种程度它是一种做音乐法变成我的一种疗愈的过程。疗愈的过程。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两位虽然玉胜没有那么长深入的在社会运动当中，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音乐或者是一些文化行动的这样各式各样的文化展演在社会运动的角色？那当然，我也会想要请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我身边看到我玩摇滚乐的朋友，那一直以来就是以前比较大，现在比较少，就是会有个声音，就是说音乐为什么音乐就归音乐，政治就归政治？那为什么就是你要把它两个东西牵扯在一起？但我觉得这终究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摇滚乐的本质是摇滚乐的发展，它本来就是跟这种社会运动跟社会的关怀，就是紧紧相扣的。那我觉得摇滚乐，不管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主唱他觉得说现在的歌曲听起来比较流行，然后可能比较像以前流行乐，我自己是觉得不尽然啦，因为是说现在的这个环境，它怎么讲？以前就是比较这个圈子就是我们搞音乐就是完全就是为了表达，为了议题的表达。那现在既然它是一个有更多的观众，那当然是可能会多的倾向一点佛观众的取向。但是我觉得它的那种本质性，就是摇滚乐的那种反叛跟那种跟那种思辨的那种思路是还存在的。那我觉得这只是摇滚乐不能丢失的一点。其实很多音乐的类型，它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甚至某种的底层生活，包括这个朋克、嘻哈，或者是包括甚至是爵士，它事实上都跟这种所谓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生活当然有很多的这种不顺遂，那甚至要去对抗这个生活的各式各样的压力。杨老师怎么去看音乐在整个社会运动的角色呢？那当然对我来说，我觉得音乐它在社会运动的确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如果去了解黑手纳卡西，黑手纳卡西是我看过，包括说整个以全世界来看，
那音乐对于社会运动能够起到更多样化的帮助作用里面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可能不只是说在街头呐喊那么简单，也不只是说唱一些比如说岛屿天光这种歌，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因为我过去做一些比如冲撞啊、批判的歌，那个只是搞很多了。那现在其实我反而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因为现在你要所谓批判直接唱一些歌骂政府，其实蛮简单的。对，那这个其实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那个法国哲学家嘛，班雅明他讲政治美学化，艺术政治化的问题，就是你要美学化一个政治，弄音乐去美学化一个抵抗，其实对我来说那个还蛮容易的。可是那个用多了，其实我会觉得是会有点，心里面会有点疑虑，因为在过去其实也有很多用各种各样文化形式来表达，不管是抵抗或是各式各样的政治理念。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反过头来在想这个事，所以假设我今天音乐，包括说我的歌曲、我歌词都没有提到抵抗，那它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政治性在里面？对，也是有一种好像你藏着一个线头，这首歌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一般的歌，可是它里面是有很多政治性在，包括乃至于它的 MV。好，所以其实包括说像我这张 EP 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有社会运动，乃至于一种对比较社会主义式的一种文艺，但是它其实是用一个比较大家比较 friendly， 不是说一开始就让他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就是在很外显的在批判，但他其实讲的是一个很深的历史叙事嘛，包括说像农夫路上的5颗子弹，如果去看他的歌词，我也不是直接在批评说这个很暴力，其实那首歌我是用一个角色去揣摩，就是那个开枪的那个笑脸就是真的去开那5枪那个年轻人，我是想说以他的角色来揣摩这首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治安的问题啊，对我来说有相当程度，那其实是阶级的问题，对，就是因为失业不是讨糖者，那怎么办？对啊，你都工厂都倒闭了，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过去那些失业的工人，他们的小孩现在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也是家境比较不好，他可能中辍啦，然后可能就比如像东部有一些孩子就去公庙，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嘛。那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包括说那到后来这个警方的说法就是说那个其实只是村里面的少年在那边试枪，然后就是把一些年轻人拿去抵罪，可是真正的幕后的人其实然后他可以完全不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阶级的不平等。所以像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它背后在讲了，它其实有点像隐喻，用一种隐喻或是转喻的方式去表达一些社会就是社运抵抗相关的意念。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往这个方向是我目前比较感兴趣的，就不是那么直接外显在一些直接批判的词汇这样子一个表达。不过如果可以好好的把日常生活说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纪实，它就是一种把真相来告诉大家，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文化的反抗的形式。绝对是。对，今天非常谢谢2位来上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也知道音乐它不是只有音乐，音乐本身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政治，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待这个政治，而不是去逃避它，不管在音乐或日常生活当中。今天很开心介绍这张专辑《台湾蓝调港人的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